最近有一寡应用程式真事件叫 Face App， 大家呢拢受前日算查甫变查某的，查某变查甫的，用镜头就使完成心愿。所以讲，有网友呢将这政治人物提出来试验，像讲查某版的吴怡农甲蒋万安呢，拢互人学了讲真成美女艺人。伊毋过，这治安专家就提醒讲，这款 App、这款 APP 会要求用户同意用伊手机内面的相片，咱的详情一定要设置。另外讲，你若已经算到开啊，无想要搁算啊，一定要取消订阅，也若无会互人收年费。安尼就算袂好啊！最近应用程式 Face App， 大家拢真爱耍。女版的苏贞昌，伊的面甲因查某囝苏卡辉真成；女版的吴怡农，别人讲是敢若艺人迪丽热巴，卡在对手蒋万安，有人讲成汤唯。玩变脸玩得再开心，却要小心手机里的私密照被存取。要求用户去允许让这个 app 可以存取你的这个相簿，等于是让这个 app 它可以无止境的来做存取。治安专家建议讲，耍这款 APP App 上好用未公开嘛无要紧的相片，以防个人的资料漏泄出去。有网友咧抗议讲，试用期一过就将程式删除，小那还佫收990的年费。事实上不是这样，因为你的这个订阅的服务，事实上是透过这个线上商店来做付款的。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到 App 里面的内容，或者是通常在设定里面去找到这个取消的这个动作。耍变装会使消除压力，相片唔通用伤过私密的。若无想要耍啊，嘛要清清气，安尼才会安心。